小丫头片子，还敢不听老娘的话！我今天非把你卖了去！大嫂，我求求你不要卖了我！不把你卖了，老娘拿什么还债？赔钱货！我卖了你，还能给你顾家生口粮呢！赶紧的，二狗哥还在等着呢，快走！王一心，你干啥？大哥，二哥，快救我！他想把我卖了！放开我妹妹！你老大哥，大嫂她是不是死了？我刚刚不是在加班吗？这是哪儿啊？这些人怎么穿的这么奇奇怪怪的？后脑勺怎么疼得像被人打了一样？喂，你们谁啊？大哥，他该不会摔傻了吧？王一心，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我警告你，你再敢打我妹妹的主意，我饶不了你！王一仙，我啊，整天就知道在家吃白食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以后这个家老娘说了算。咱家就剩这么2铜板，你还拿去赌？没用的男人，滚开！不是吧？我穿越了，我穿越到一个臭名远扬的村霸恶妇身上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嘛！刚刚还在办公室。从前你好吃懒惰，把家里所有值钱东西都拿去赌，现在还想把妹妹卖去青楼。王一心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哦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有什么可解释的？我整天就知道赌钱，每次赌输了就找我和我妹妹撒气，现在竟然还想把我妹妹发卖了！天底下哪有如此恶毒妇人？原主可真够恶毒的。王一心，以前我是看在王家对我有恩惠的份上，我才娶你，但是你实在不配人妇，今日我便休了你。你回你的王家去吧，回你的王家去吧。啊！刚穿越过来就被人休了，我面子往哪儿放啊？你要休我？你真是个毒妇，赶紧滚出我们家！切！休就休，你还以为我想管你们？切！我该去哪儿呢？顾兄弟，将军发话了，即刻启程去边州，快些走吧。去边州？根据原主的记忆，他应该是被叫走征兵打仗，这一走要数月。阿离，哥哥要去很远的地方，我不在的日子，一定要照顾好妹妹。大哥，我舍不得你。哥，两个孩子这么小，家里没大人怎么能行呢？况且顾观音这么帅，我就替王一心赎这个孽吧。那个你就放心的去吧，他们俩我来照顾。交给你我才不放心。我那当时不是糊涂了吗？哎，夫君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我一定会改的。我原主恶名远扬，估计一时间很难让他相信。哎，有了！这是要干啥？你们军中
不都是讲着军令状吗？这就是我的军令状。如果我照顾不好他俩，休我杀我，悉听尊便。大哥，别信这个女人的话，小妹我来照顾。我这一走数月，家里确实不能没个大人。快点吧，顾兄弟！说是我弟弟妹妹少一根毫毛，我让你整个王家陪葬！愿娘子信守诺言。我去，疼死我！果然这装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嗨，你果然还是贼心不死。我那……恭喜宿主激活空间系统，在这里可以以物换物，获取额外技能。系统？这么说，我有接手指了。二哥，大嫂她是不是疯了？小妹，有二哥在，绝对不会让这个毒妇伤害你。那个，你们别害怕，我刚都答应你们哥了，以后啊，只要有我一口饭吃，就有你们一口汤喝的。我才不信呢！十里八乡，有谁不知道你是出了名的恶毒，在娘家欺负兄嫂，在婆家欺负我们，事业协商都拜你所赐。小妹本来就身体孱弱，再加上月子，现在身上还有一块好肉吗？你看看，都是你打的。钱呢？对不起，大嫂，我今天买的草鞋没有换到银子。没用的东西，赔钱货！没用的东西，赔钱货！没用的东西，赔钱货！天哪，原主到底是有多恶毒啊？居然对孩子下这么重的手，真该死！我向你们发誓，我以后绝对不会伤害你们，否则我就掌判20阶！你们肚子饿了吧？等会儿。这也没有，这米缸里总会有的吧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就一根破草。监测到草药板蓝根1颗，可换取10文铜钱。这草药还能换钱？我换。有了这些钱，应该就不愁了。那个就是，不是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们家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算了，我去后山挖点野草，你们在家待着啊。走了。小妹，这个女人八成又出去赌钱了，咱们快把家里东西收起来。不是，这里哪有草药可以挖呀？已为宿主开启地图功能。有地图指引，你不早说，赶紧带我去挖最贵的草药。这边应该就在这儿啊。已监测到野生虫草，就这儿。下等虫草可以换取铜钱50文。才50文，
算了，这总比没有强吧。我换。哎呀，有了这些钱，给兄妹俩买些肉吃。还钱！你什么时候还钱？什么钱？我没听说过。什么钱呀？上次你在赌坊借了我50万，说好3天还，可现在几天了？还钱！该死！让这王艺兴到底干了多少不靠谱的事儿？哎，我也没说不还呀，我这不是最近这手气不好，我实在没钱还呀。那我们不管，你今天必须把钱还给我们。王艺兴呐，你怎么又在外边欠赌债了？这个顾大郎啊，倒了8辈子霉呢，才找了你那么个媳妇儿啊！就是啊，咱们10里8村谁家媳妇像你这么赌钱啊？我听说他为了赌钱，还想把自己小姑子卖去青楼。哎呦，这种事儿你也做得出来？就是，真是。王艺兴，你今天再不还钱，我就到你们王家要去。我听说你爹娘很疼你，哎，我说不定还能多要些银两。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行，我还。身上就60万，还得给阿林青青留口饭吃。拿来吧。我这手上就这么多了，剩下的改天再还给你。哎，这王艺兴今儿个怎么这么老实啊？要搁往日啊，他撒泼打滚也不肯出1分钱呐。算你识相，剩下的钱我改日再要。哼！红烧鸡块来喽！竟然是肉！来，愣着干嘛？坐下吃饭呀！你的，你的，来来来，放心吧，快坐。给你加块大的。已经快忘记肉是什么味道了。别吃！小心有蒙汗药！你瞎说什么呢？不吃，我自己吃。我自己吃。太好吃了！二哥好像没事。我尝一下，就算是最后一顿，吃到肉也值了。怎么样？真香！妹妹，快尝尝，这可是我独家秘方。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哎，慢点吃。二哥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肉了。你吃，你吃，你们吃，你吃。吃饱了？放下。对不起，大嫂，我错了。啊，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些我来收拾，你们俩就去屋子里玩，快去。对了，也不知道我这些铜钱能不能换一些治腿伤的药。系统，宿主有何指示？二哥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大嫂怪怪的？是啊，不知道又憋着什么坏呢。过去看看。我想换一些治腿伤的药。宿主有何指示？我想换一些治腿伤的药。好的，已为您搜索，请选择。他在跟谁说话？
不是，这药怎么都这么贵？这钱也不够啊，只能先换些膏药。青青，等等看，肯定有问题。青青，你把裤腿掀起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先让一下，大嫂看看你的腿。果然有鬼，他哪有这么好心？你不许碰我妹妹！喂，我是在帮你妹妹治腿，好不好？先让开！我才不信你呢！你这个毒妇会有这么好心吗？我看你8成就是在打我妹妹主意，对吧？啊，你这孩子，算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哎，你休想用这邪物害我妹妹！你滚开！我今天我就非……好啦，我说了，我以后不会再打你了。别碰我！小白眼狼，吃了我的肉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哎，好啦，我去厨房洗碗，你们兄妹俩别乱跑哈。这个我给你们留这儿了。二哥，你说大嫂她会不会真的变了？变没变还不一定。反正大哥不在家，还是先小心为主。哼！你们是谁？为何来我家？来讨债！把这个小妞给我抓起来！你们放开我妹妹！告诉你小子，你嫂子已经把这个小妞卖给老子了！我说他怎么会被突然给我们做好吃的？原来是断头发，是时候改不了知识。二哥，你快救救琪琪，我不想被大嫂卖掉。谁也救不了你，老天也留不住。走，走啊！走！他为什么要卖我妹妹？他凭什么卖我妹妹？放开！我不是找你大嫂去，老子可是付过钱的。走，姐姐，放开他！放开他！这小妞，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大嫂，青天白日的就敢抢人是不是？明明是你把小姑子卖给我们还赌债，你说什么算啊你？傻嘎！大嫂，我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话，我不再吃肉了，求求你不要卖了我！走，走！大哥，你看，我去你的！这大老娘吃干饭的！大哥，这娘们劲儿怎么这么大呀？哼，还不是多亏了。检测到千年人参1颗，千年人参已为宿主兑换超能力。超能力，
我感觉浑身充满力量，难道这超能力就是力大无穷？哇！以后若是再敢来顾家闹事，老娘废了你们！滚！以后若是再敢来顾家闹事，老娘废了你们！滚！说翻脸就翻脸，走啊，走！二郎，快起来！青青，你别害怕了啊，那些坏人都被大嫂打跑了。大嫂，我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话的，求你不要卖了我。别碰我妹妹。青青，大嫂绝对不会卖你，你别听那两个胡说。你放心，只要有大嫂在，没有人能带走你。原来不是大嫂要卖我，大嫂真的变好了。二郎，快给大嫂看看，你伤到哪里没有？自从娘去世，再也没有人这样对我了。没有。你们两个人放心，只要有大嫂在，谁都没有办法伤害你们。哎呦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！这个王艺兴还真学会护犊子了，中邪了吧？嘘，二郎，你这衣服都破了，脱下来，大嫂给你补补。不用了。青青，这家里的针线在哪里？家里能换银子的都被你拿去换银子赌钱去了，你还有脸问？二哥，那我去隔壁间。星儿，星儿，这应该就是王艺兴那个护短的娘吧？娘，你咋来了？哎呦，我可怜的闺女，几天不见，你咋瘦了这么多呀？是不是饿的？走，跟娘回家。娘，我不能走，顾冠英随军去了，这家里不能没人照顾。顾大郎从军去了，这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？你管这俩小干嘛？他们跟你有啥关系？就是个累赘。你少胡说，我大哥肯定能活着回来。哎，你个小兔崽子还敢顶嘴！娘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啊！哎呀，星儿，你看看这脸，家徒四壁，还有2个拖油瓶。不行，娘不能让你在这儿受苦。你跟娘回王家，娘养你一辈子。王家好歹是做生意的，家里什么都有，能回去借点东西也不错。哼，好，娘，我跟你回去。这还差不多，走。哎，你们俩在家好好待着啊。二哥，你说大嫂她还回来吗？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不回来更好，省得祸害咱们家。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大嫂不一样了，我喜欢现在的大嫂。小妹回来了。二大爹，咱闺女回来了。星儿回来了，还没吃饭吗？我让你嫂子给你做俩菜啊。哎，星儿，真是不巧啊，我们刚吃过饭。让你做就去做，哪那么多废话啊！大嫂也真可怜，嫁进来之后整日干着脏活累活，还常常被我这个小姑子欺负。大哥，我吃过了，别让大嫂忙活了。啊，娘，咱们家针线在哪？啊，娘给你找。哎，闺女，来。啊，这么多，光是有针线也不够，看看还有什么能借走的。娘，咱家有没有？算了，我自己找。果然是回来搜刮东西来了。啊，星儿，你要找啥？嫂子帮你。不用嫂子，我自己找就行。咱家真没钱了，你别再搜了。你再这样赌下去的话，咱们王家就要倾家荡产了。你再这样赌下去的话，咱们王家就要倾家荡产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这里是王家，我小妹的娘家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省人在这说三道四？就是，老大媳妇儿，我看你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我说错了吗？每次小妹回来，你们都把家里的好东西拿给她，可是她呢，光知道赌钱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每个月都有债主上门要钱，
再这样下去，咱王家就算是有金山，也要被他堵没的呀！姓周的，你嫁到我们王家3年了，那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还有脸说你妹妹呢？我看是平时对你太纵容了。大郎，再胡说八道，我抽你！住手！大哥，这大嫂都已经嫁进王家了，她就是咱们王家的人，以后不要再说这些外姓人的话了。星儿，你以前不是最不待见你大嫂的吗？娘，那是我以前不懂事，现在我嫁了人，也知道这为人妇的难处了。你们心疼我，不想让我在顾家受到欺负，可人家大嫂也是人家的宝贝闺女，咱们将心比心，若是让他们知道了，心里该有多难受啊！星儿说的对啊，这大郎媳妇儿，这也是我们王家人呐。大嫂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向娘家借银子了。只是我还有件事要麻烦你。啥事儿啊？对，就是这样。谢谢大嫂教我，粗活我能干，这手工活吧，我还真不行。对了，这厨房的东西我先借这几样。这个是我教的压鸡，您拿着。你跟娘和哥说一声啊，我先走了。哦，星儿，哎，小妹呢？他回顾家了。这傻孩子怎么又回顾家了？这个是小梅留下的铜钱，说是要借走几样东西，过几天还给我们。哎，这孩子吃错啥药了？居然往家里拿钱！光有这些还不够，把他当了。稀饭来了，快吃。二哥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喝这个吗？大嫂她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他爱回来不回来，以后二哥照顾你，一定让你吃上肉。哟，这王鑫呐又走了，我就说嘛，你大哥又不在，他没必要管你们2个拖油瓶儿啊。我看他呀是回娘家享福去喽。你胡说，我大嫂她只不过是回娘家取东西了。你这个蠢丫头啊，他王艺兴就是个悍妇，他不从你姑家拿走东西去变卖就已经不错了，你还指望他从娘家给你们往回来带东西？做梦！我看你们俩呀，马上就要沦为小乞丐喽！我还以为是谁家茅厕炸了，这么臭呢？原来是某些人啊，满嘴。你居然回来了！大嫂回来了，看看大嫂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。哟，这是牛肉啊！这牛肉很贵的呀，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王鑫，你去抢劫了！臭小子，胡说什么呢？这可是我在集市上买的，以后啊，咱们家顿顿吃肉，馋死那些个长舌妇。我还没有吃过牛肉呢。快尝尝。好吃。二郎，你也吃一口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哎呀，只怕某些人啊，只见过牛跑，从来没吃过这牛肉吧？看你说的，就跟谁没见过肉似的呀！哼，我看你得意到什么时候？哼，原来牛肉是这个味道。簪子怎么没了？大嫂，你也吃，你也吃。好，大嫂也吃。真好吃，不错。哦，二郎，你把裤子脱了。你要干嘛？我给你补补。
不用了。不用什么不用？我好不容易学的针线活，快脱了！快脱下来！二哥害羞了。我才没有！青青，快抓住他！不要啊！很疼啊，大嫂轻点啊。好了，来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大嫂，你这药管用吗？管不管用，咱们先试试呗。青青，对不起啊，大嫂以前对你不好，但是你放心，大嫂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我不怪大嫂，现在大哥不在了，青青只有大嫂了。咱们青青啊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以后一定有出息。大嫂，明日我和你一起上山采药怎么样？好。青青，快把你二哥叫出来，咱们上山采药。二哥不在。不在？那能去哪儿？不管了，咱俩先去，走。大嫂，你看，检测到驱蚊草，可换10文钱。这驱蚊草可以换10文的话，那我要是做成驱蚊水，岂不是能换20文？那是什么？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嗖的一下过去。检测到稀有物种梅花鹿，捕捉可获得技能奖励。有奖励！奖励！大嫂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，大嫂我有的是力气。我没事，幸好有超能力护体，不然这一脑袋下去，不得一命呜呼。这就死了。大嫂，你给这头鹿撞死了。不知道这死鹿还值不值钱。检测到梅花鹿已死，奖励扣除。只能带回家吃肉了。这位姑娘留步。姑娘，在下赵之恒，家母需要以鹿茸入药治病，可否将这条鹿卖给我？看他的打扮，应该是个富家公子，要个100两银子不过分吧？100两。难道要多了？成。我今天就带了这么多，若是不够，我回头再派人来送。吃药少了。大嫂，这公子随身携带这么多银钱，谁说不是呢？要什么玉佩呀？你这孩子！那这玉佩也给你们，您看行吗？哎呀，赵公子，你这也太客气了！看在你对你母亲一片孝心的份上，我这条路就让给你了啊！多谢姑娘，今天这趟真没白来。居然能撞死一条鹿，当真是奇女子。
走。快！哦，对了，青青，咱们今天赚了100两的事儿，千万不要声张出去啊！把你二哥叫出来，咱们今天开荤，去吧。唉，只可惜没得到这活路的系统奖励。二哥，大嫂，二哥不在家，还没回来，这小子到底去哪儿了？王一仙，不好了，你家二郎偷东西，被人抓起来打了。什么？这顾家二郎从小就没爹妈了，还有这么一个嫂子，还学着偷鸡摸狗啊！哎呀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偷东西居然偷到你爷爷我头上来了，看在你也辛苦的份上，前几次我都没跟你计较。我没有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还敢狡辩？老头子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好好教训这个偷鸡贼！住手！王一心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小兔崽子上我们家偷鸡，让我逮个正着。我就说嘛，我们家的鸡怎么一天比一天少？原来是多了个黄鼠狼啊！我没有，是二虎子把我骗来的，我没有偷鸡。这人赃并获了，你还想狡辩？今天我就替你爹娘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我家二郎说没有偷就没有偷，你们冤枉人！王一心，你少在这装好人，就你这德行，这十里八乡的，谁不知道啊？你今儿来也不是为了救这小子吧？你是想来捞点好处的吧？今天拿出5两银子，这事儿就算了了，否则我送他去官府。他估计也不会管我，少了我这个拖油瓶正好。5两银子，你咋不去抢呢你？你要不想拿去也行，你把这小子卖给我，我给他安排个好去处，到时候分一份给你。王一心，你在这个上面签字画押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。而且呀，你还可以得到很多好处哦。大嫂，瞧瞧，我说什么了？这王一心啊，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主儿。哎，这顾家两兄妹摊上这么个嫂子，还真是命苦啊！哼。你还想卖我家二郎？你想得美啊你！哼，亏你也是顾家人，主意都打到自家人身上了啊！你这个自己好吃懒做，欠一屁股债，你今天倒在这里给我装大尾巴狼！顾大郎娶了你，简直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！待我兄弟回来，我就让他休了你！休了我？你算什么东西啊你？等我们家大郎回来了，第一个收拾你！我呸！你这个……哎呀！你要干什么？二郎，你们两个再敢欺负我们家二郎，我掀了你们家房顶！这个就当你们冤枉我们家二郎的赔礼。二郎青青，我们走。你给我站住！你！老头子，怎么了？老头子！嫂子今天做了你们最爱吃的大鸡腿，给。快坐下吃饭。二哥你快来吧，你看今天又有肉吃。快坐。来，这大鸡腿给你。
咱们青青也有，快吃。不知道这个玩意儿能不能换什么好东西？系统，东西宿主找到古董玉佩，可解锁新技能初级医师。初级神医，请问宿主换吗？我换。好的。哇，小儿科、外科、骨科，还有妇产科。这下我不仅能帮到青青，还能帮到大嫂了。青青，你过来一下。这个鸡汤啊，你帮我送给我娘家大嫂，顺便让她帮我多绣几个香囊的花样。好，辛苦你啦。大嫂，还是我来吧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没什么。我走了。哎，这小子，你看你二哥还不敢承认。这鸡汤里加了助孕的药，应该能帮助我大嫂吧？这是我大嫂让我帮忙送过来的啊！这真是你大嫂让你送过来的吗？嗯，是啊，我大嫂还让你帮忙绣几个香囊花样。从前只有往家里拿东西，这往回送还真是头一回呀。这王一心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啊，这几个你拿回去吧。啊，好。对了，我大嫂上次回来有没有拿牛肉啊？牛肉？没有啊，她昨天就拿走了厨房几样东西。啊。好香啊！有了花露水的配方，到时候把这些草药装进香囊里，就能拿出去卖了。真是个天才！大嫂，这些草药有什么用啊？这个呀是驱蚊草，能够防蚊虫。现在呢又是夏天，正好能用得上。快，大嫂，做得好！有了这些香囊，估计能吸引不少公子小姐。等我明天去街道上找个好摊位，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。太好了，可以去赶集了。大嫂给你买好吃的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瞧一瞧看一瞧糕点糕点，新鲜出炉的糕点，香甜软糯，过来尝一尝，尝一尝嘞！看吗？姑娘，来看看好看刚的首饰出炉的糕点啊！糕点啊！原主在时，家里连肉都没见过，何况这些零嘴。青青，想吃？不想吃，不想吃，不想吃。老板，这点心多少钱一个2文钱一个。2文钱一个。我要3个，5文钱，怎么样？那我不就是亏了1文钱吗？哎，不卖不卖不卖。老板，你这做生意可不能这么做。你呀，待会儿就吆喝2文钱一个，5文钱3个。那这人家一听啊，买3个划算，那是不是大家都买3个？那你这不是又多挣了3文钱吗？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是这个道理。哎，是吧？行行，那就5文钱，卖你3个。哎，你拿好。给您，这个留着在家吃啊。谢谢大嫂，客气。好吃，好吃吧？大嫂，你真厉害！嗨，这还不是因为在21世纪当牛马，
汤多了。哎，老板，我向你打听打听，你这1个月的摊位租金是多少？你打听这干啥？一个女子还要经商吗？女子为什么就不能经商？我朝又没有规定说女子不能经商嘛。这女子就应该恪守女德，大家相夫教子，出门抛头露面的，成何体统？谁说我大嫂不行啊？我大嫂刚才还给你出主意呢，你有何脸面看不起我大嫂啊？你信不信你再敢胡说，我把你摊子掀了？嘿，你啊，好了好了，咱们走。死丫头，你给我走！婆婆，求你别卖大呀，她还不到5岁啊！我在家里缝缝补补，你出来干什么？哎，大哥，是什么情况？这张婆子卖她的亲孙女呢。听说他前段时间刚死了儿子，他家里没有顶梁柱，他又嫌这母女俩晦气，要把孙女儿卖了。婆婆，我求你了，我就打压这么一个孩子，你饶了他吧！你求我！你自从嫁到我们张家，没有一天好日子。你们母女都是扫把星，渴死了我儿子。我去买了罐米去，我这些年挣的工钱都孝敬您了，现在还要卖我的大牙，看你家怎么有你这么心狠的婆婆！我的天了，你还忤逆我！当街卖人家闺女，还有王法吗？你是从哪冒出来的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做了缺德事还不让人说，你凭什么卖人家闺女？凭什么？我是她婆婆，这小丫头我是她祖母。按照你这么说的话，要是你奶奶在世，也能把你卖了。哼！死丫头，给我回来！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有我在，你休想带走她。我说的。你算哪根葱啊？我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你管？你不是说要卖人吗？我买了。妹子，娘子，放心吧。二郎，去找乡长来。这小娘子是谁啊？他你都不知道，10里8乡有名的悍妇黄一心。开个价吧。5两银子。5两？张婆子，你这不是抢钱吗？张婆子，你这是鬼迷心窍了吧你？你管得着吗？行，但是我要签字画押。这娘们挺有钱呢。我说错了，6两。哟，张婆子，你还坐地起价？你看你那孙女她吃6两了。吃不吃我说了算，为什么你管？我现在就给你签字画押。行，6两就6两。哦，娘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钱英。好。在这上面按下手印，这银子就归你了。给你，这分家字据已经写好了，日后这钱家母女可就和你没关系了，可别再骚扰他们。姑娘，收好。分家？什么？分家？原来签的是分家契呀！这分家字据已写好，你怎么能不认账呢你？你骗我！我什么时候说分家了？乡长来了。来，给我。乡长，这是钱家母女和这张家分家的字据，还请您做个见证啊。这不作数，是他骗我！啊，这可是你亲手画押的，怎么能不作数呢？钱英，你说，你愿不愿意离开张家？我愿意，我再也不想回张家了。那既然分家了，钱英母女就不归张家管了。好，
这张婆子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哎，她不是得了6两银子？都是石头，你骗我！哎呀！这坏事做多了，可是要遭报应。你给我等着！没想到这王艺兴还真能好心帮钱英娘俩。你说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大家散了吧，散了吧。算了，大嫂，你真厉害。钱英，给你。多谢恩人救了我们母女俩。只是如今我们离开了张家，我们母女俩哪还有容身之所呢？你会做香囊吗？会。如果你肯相信我的话，以后你就跟我一起干。真的？驱蚊香囊，快来瞧一瞧。姑娘，来看看这驱蚊香不？驱蚊香囊16文一个，30文2个。二郎，大点声，男子汉怕什么？来，驱蚊香囊16文一个，30文2个。驱蚊香囊，管用吗？没有用，包退款。给我来2个。好，您挑挑款式。这样，给。好用再来啊！驱蚊香囊16文一个，30文2个，不好用不要钱哈。新妹子，16文一个，2个不应该是32文吗？英姐，你不懂，这个就叫营销策略。什么策略？嗨，你以后就会懂了。英姐，看不出来你还会算数呢。我父亲以前是教书先生，我跟着学过算筹，只是后来家道中落才……现在分家了，以后你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新妹子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估计早已被婆母给卖了，哪还有机会能坐在这绣花啊？我们女子啊，不管在哪里，都要让自己舒心，这样日子才过得痛快。这个小竟敢联系外人来坑我，卖起了香囊。哎，不行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我要是能把那个香囊的配方给要过来，516，517，没想到咱们第1天开张就挣了这么多钱，看来这以后要多准备点香囊了。大嫂，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天天吃肉了？不仅能顿顿吃肉，大嫂啊，还要送你们上学堂。上学堂？可是我是女孩子呀，不能上学堂。你放心，大嫂一定有办法让你上学堂。我不想上学堂。为什么，二郎？你不想读书？不是，二哥之前趴在学堂门口偷听夫子讲课，被赶出来了好几回。原来是这样子。二郎，你放心，大嫂一定让你堂堂正正进入学堂，不会再被赶出来。恭喜宿主挖出解毒草，解锁天气预报功能。这么说的话，我可以看到未来几天天气了。这未来几天都有雨，看来我得多挖点驱蚊草做准备了。我夫人说了，你家的驱蚊香囊相当有效，命我呀再买几个回去。好，哎，我也要，给我来5个。都有，你们挑。这个不错。
这颜色适合你。哦，这颜色好看。谢谢，我要这个了。都要。再来啊！王娘子，这驱蚊香囊能不能卖我2个？最近家里蚊虫多，孩子身上都被叮了好几个包了。你不是瞧不起女人吗？这是来做什么？之前是我见识短，说错了话，现在看来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好了，我呀就送你2个，咱们都在一个市场的，以后还要多照应。是，给您。这糕点你拿着。对了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，最近有个人一直在打听你这驱蚊香囊的配方，你可要当心点啊！想要我香囊的配方？是啊，还想花钱买呢。怕是有人眼红，想跟咱们抢钱呢。想要我的配方，那我就趁机赚他一笔。我来了。这就是那驱蚊草的配方。错不了，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偷出来的。5两银子。这银子可是我借来的，你可不许坑我。放心吧你。办妥了。好，钱二哥，多谢你了。钱二哥，多谢你了。谢啥呀？钱也算是我妹妹，帮你啊，就等于帮她了。现在就看他怎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看这天气，估计一会儿会下雨，咱们得赶紧挖点驱蚊草。妹子，你咋知道要下雨了呢？因为我会夜观天象啊！好了，咱们赶紧忙吧，赶紧挖。大嫂，整座山的驱蚊草都被咱挖干净了，干得漂亮！走，咱们回家吃肉去。走。等我挖了草药，我也可以去卖驱蚊香囊了。到时候看那还怎么得意。这以前有很多草药的，怎么现在全没了？都是那个小，太可恶了！刚才好好的，这怎么还下雨了？哎呦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？不管怎么说，这配方还是泄露了。这卖香囊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卖点什么好？大嫂啊，人围的都差不多了，可以开始摆摊了。好，走，走。来了，就这个，这个好。各位客人，今天的香囊25文一个，不是16文吗？王娘子，你不能突然涨价呀！就是你这太不地道了。从今天起，这香囊我就不卖了。这最后200个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！这25文它也贵呀，卖了它25文这么贵啊？贵的呀！哎，王娘子，你这是做甚？最后150个，30文。哎呀，这个夏天没有这驱蚊香囊可怎么过呀？我来10个，我要20个。我要20个。都有啊！这些，给我10个。啊，你买了吗？可惜了这50个香囊了，能卖不少钱呢。不可惜，这个就叫做饥饿营销。
怎么个饥饿法呢？物以稀为贵，东西越少，价格越高，越受人追捧。二郎说的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明天啊，咱们换个地方问，卖50文一个。哇，好！哟，这不是躲在我们私塾门外偷听的孤二郎吗？瞧他这样子，天生贩夫命，还妄想功名。晕你何干？耀耀还急了，忘了你当时被夫子赶出去，狼狈的样子了。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啊？小兔崽子，白读这些圣贤书了，一个个的毛都没整齐，还学会阴阳人了。给我滚！一个大货，敢碰我！再指我一下，老娘剁了你的手，信不信？这王娘子好像是有名的泼妇，还是懒得与你这种人争辩，走不走？滚！嘿，二郎，别往心里去。我没事儿，大嫂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俩把东西收拾好，大嫂去前面买点菜，咱们回家吃饭。好，这些钱应该够二郎读书。恭喜宿主解锁创业项目，花钱即可解锁终极神医系统，还赠送针灸药包哦。还得花钱？不要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哎，你们两个在这儿好好待着啊，我去看看。青青，我们也过去吧，免得大嫂受欺负。好，走。我们老太师突然晕倒了，这里有没有大夫？劳烦救救我们老太师啊！让我看看。脉象浮虚，应当是中暑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或许针灸可以救他，但是要花钱解锁了针灸技能，二郎的学费就没有了。大嫂，二郎，这位夫人病得很严重，大嫂想救她，可是需要这银子。大嫂，你快救人吧！是啊，可这银子我是给二郎留着读书用的。大嫂，我什么时候上学堂都可以，但人命只有一条啊！若是见死不救，枉为读书人。好，不愧是我家二郎。哎，系统解锁针灸技能，拿着。哎，妹妹，大嫂能行吗？醒了醒了，醒了！我这是怎么了？您刚刚晕倒了，吓死奴才了！要是耽误了您去白马书院上任，奴才就罪该万死了。白马书院？哎，这位是他救了您。多谢姑娘，老雪，立诊费呀。哦，对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不要银子。老太师是要去白马书院上任。是啊，这个是我们家二郎，读书很有天赋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去白马书院读书。您放心，这学费我一定照常交。白马书院不收学费，只收才子，恕我无能为力。老太师应当患有头疾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吃饭也不香吧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方才替你把脉把出来的。可医治？能，必须能。我这治法不用吃药，不吃苦，只需扎上2针。只是这条件嘛……哎呀，二郎，你看看你，最近自己读书都读瘦了。令弟还真是一表人才。二郎，快去！哎，参见老太师。啊，
竟真有几分模样。可读过什么书啊？读过，我读过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孙子兵法》《楚辞》。好，2日后白马书院入学考试，能不能进就看你自己的学问了。多谢老太师，多谢老太师。哎，别忘了治我的头疾。您放心，一定的。嗯，您慢走啊。上京最高学府白马书院，我竟然也能参加白马书院的入学考试。二哥，你一定行的。咱们家也有可以读书的了。大嫂，对二郎如生母在世，二郎永生永世不会忘记。待来日二郎高中，定为大嫂请封诰命。二郎，快起来！傻孩子，这诰不诰命的不重要，大嫂不在乎。大嫂只希望我们都能好好的。二哥，你一定要好好考试，千万不可以马虎。对，千万别紧张。你要是实在写不出来，你就出来，咱们回家吃好吃的啊。大嫂放心。二郎这孩子还挺要强的，像大嫂呗。嘴真甜。走，大嫂给你买好吃的去。走，糖葫芦好吃吧？哎，这家店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哎，姑娘，我问一下你啊，这家店是卖什么的呀？怎么这么多人排队？卖香姨子的呀，他们家香姨子洗一次可以香好几天呢。可惜啊，一天只卖10块。香姨子，搁现代那不就是沐浴露吗？对啊，这里没有沐浴露洗发膏，要是我能做出来，快！大嫂，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？回家，大婶也在等着我们，快走！系统兑换沐浴露配方，用皂角制作沐浴露，添加薄荷增加清凉感，再用蜂蜜滋润皮肤，加入柠檬、玫瑰增加香味。麻烦让一下，麻烦让一下。那个顾，已经打样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姑娘，我这有一批上好的货，想放在你这售卖。你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我们天香阁的生意的。喏，门口的都是想跟我们天香阁做生意的，没有什么特色，我们的东家是不会见你的。请回吧。姑娘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货你们这从来没见过的。你听我的，你就跟老板说一声。你们当家的呢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！何事在这大喊大叫？你们天香阁卖的毒胭脂，把我的脸都毁成这样了，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们当家的在哪儿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！我要跟他好好理论理论。这位娘子，有什么事同我私下商量即可，不要影响了我们做生意。我就要在这儿理论。你们天香阁就是黑心窝子，把我的脸都毁成这样了，我还怎么嫁人呢？你看看，你们看看，可真是吓人。他这个颜色好像有点不对劲。天香阁卖有毒的胭脂，这可不得了啊！对啊，娘子，你再在这里无理取闹，我可要报官了。好啊，报啊，让大家都看看你们天香阁有多黑心。究竟是天香阁卖假货，还是娘子你诈骗？你是何人？我也是做水粉生意的，对
对此颇有研究。娘子可否把你的胭脂借我看一看？哼，麻烦姑娘拿一份店里的给我。嗯。你做什么啊？果然有人在他的胭脂里加入了染料，可染料不会引起脸上的红疹，那他的脸原来是这样。娘子，你确定这胭脂是从天香阁买的？当然了，这上面还有天香阁的印记呢，抵赖不得。来，大伙儿都过来看看，我右手的这盘胭脂是天香阁的，颜色清淡，自带花香，而左手这一盘是刚刚这位娘子带来的，这颜色发乌，还有一股草药味儿，你们闻是不是？确实，这确实有草药的味道啊！看来这莫非就是假的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位娘子，你这个胭脂或许是从天香阁买的，可是有人在里面动了手脚，想要诬陷天香阁。你胡说！谁会在里面动手脚啊？若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里面应该加了染料，所以颜色发乌。而你脸上的伤，就是你自己画的。造假啊！这是。说吧，收了人家多少钱？你胡说！红疹没了，你是扯进来捣乱的。果然是装的，这人啊，真是毒心肠，就想诬陷天香阁。对，我确实是用了你们店里的胭脂，起了不适。不信你看，这可不是我画的。娘子，你这明明是常年干活干燥引起的，好不好？拿过来。你做什么？谁？那你看，没了，不痒了，还不干了，还很滑，这么神奇，这是何物呀？各位，这是天香阁即将新上的沐浴露，能够清洁外皮，还能滋润皮肤。哎呀，都来闻一闻，比香姨子还好闻一用呢。闻，来买啊！沐浴露。这位娘子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搞错了，我走还不行吗？你看着，这位娘子倒是有趣。王娘子，这边请。请。我见过你，路边卖香囊的。香老板见过我就好，你可知道有人要害你？我知道，方才你帮天香阁解决的麻烦，我都已经看到了。想来这位娘子应该是被人雇来给天香阁抹黑的。这个月已经是第3回了。我们天香阁可是京城最好的胭脂店铺，难免惹人眼红。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这个您看看。方才你说这沐浴露也是天香阁的，这生意非做不可了。王老板，开个价吧。一罐我要5两银子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凭什么觉得它值5两？我们天香阁的香姨子可是供不应求。这天香阁的香姨子虽好，但不便保存啊。而我这件东西不仅方便保存，还经久留香，洗了之后还能滋润皮肤，日后定能受到京城女子追捧。你有多少货？我暂时就只有这几个样品。好，你每个月出多少，我收多少。
不过若卖不出去，我可是要退货的。成交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！你救救我可怎么办啊，当家的！我不去抽军，你怎么办？家里吃什么啊？放手！当家的。没想到今年的棉花价格这么低呀！去年棉花价格高，村里不少人都改种了棉花，如今血本无归呀，连借粮都没处借呀！哎呀，果然，无论是哪个时代，苦的还是农民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各位父老乡亲们，快过来，咱们有钱赚了！这不是王艺兴吗？他又来干啥呀？王艺兴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跟天香阁签了订单，需要大家一起摘皂角。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，想让大家做免费的苦力吗？大家都散了吧，咱们可不让他给咱骗了。走，大家别急着走啊！1斤皂角，我给大家10碗。50碗？对，真的假的呀？你可别把大伙给坑了吧！千真万确，但我需要新鲜的皂角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 50万，够买1担米了，当家的。那我们今天也能活过去啊！而且我也不用去抽军了。对，他王艺兴，他哪来这么多钱呢？王一仙，现在你给我50文，你说1斤皂角就是10斤皂角，我也能给你弄来。我现在身上没有这么多钱，但是我和天香阁签了订单的。谁知道他是不是耍我们的？是啊。如果大家信我的话，就去摘皂角。我现在就去天香阁要定金。不管咋样，反正也是条出路，我愿意试试。好，我也愿意。王一仙，要是你敢骗我，就是和村子里人作对，到时候我可饶不了你。走，那大家就一起去摘吧。我去要定金啊！邵大姐，你不去吗？我才不相信他的好心呢，这里头啊肯定有诈。你们俩的1斤50万，50万，真的是50万！乡亲们，我们真的有钱！来，这么多，你这个是2斤，给100文。多谢呀！我的，这就是我的。你这是2斤9两。这王娘子啊，采的新鲜，就给王娘子按3斤算，150文。给，这么多，王娘子啊，我知道你人好，多给，这回我小孙啊，就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我之前不应该怀疑你，谢谢。没事的，不用谢我，咱们啊，这是各取所需。以后啊，王娘子有用到我的地方，一定开口说，老身呐，一定帮忙。好，王娘子，听说你要用这皂角做什么路？你需不需要人手啊？我可以帮你洗皂角。对，我不能白拿你这么多银子，我也要帮你洗。对，我也来帮忙。我也要帮忙。算我一个。好，既然大家愿意帮忙的话，我也不能让你们白干，就一天给你们20文。王娘子，你可真是国富家在世，我替我们一家老小，谢谢你。王娘子啊，你救了咱们村子，我要跟李正说，给你赎杯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还真的给钱呢。哎呀，后悔死我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不用。赵大姐，我跟你说，王娘子真给大家钱，你还不信？你看看，大家都领到钱了，这下不愁棉花卖不出去了。不就是几个铜板吗？哎呀，赵大婶儿，你之前说王娘子那么多坏话，还说她肯定拿不出钱来，现在看我们都拿到钱，你后悔死了吧？就是啊，让他不信王娘子的话，现在只能饿着肚子喽。我还不稀罕呢。赵大娘，赵大娘，
我听说你家以前是卖蜂蜜的，正好我这缺几斤土蜂蜜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卖给我，我一斤啊给你15文。当真？王一仙，你不会是故意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我若是看你笑话的话，我何必要找你买蜂蜜呢？王娘子说的对呀，赵大娘是你格局小嘞。哎呀，我来，这个呀是定金，收着。钱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钱。王一心啊，我之前错怪你了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你现在还能愿意帮助我。唉，我之前不也是对大家不好吗？这个就当做抵消了。咱们大伙儿以后都互相扶持。王娘子，你放心，以后你家的事儿啊，就是我的事儿。王娘子啊，你以后有吩咐的事儿啊，你就说一声，我让我们那当家的也过来帮你的忙。好，对，大家都给你帮忙。走，我们去帮忙去，走。好，一起帮忙，一起帮忙，来。那我也去帮忙了啊。好，老天啊，愿每一个辛苦劳作的人都能得到你的善待。向老板，这个月的货我都给您送到了，一共是500两。这里面是200两，若是都卖完了，剩下的300两我再给你。向老板，今日我来还有一事相提。你说，我要入股天香阁，这些就是我的入股费。我倒是小瞧王娘子了，你有什么筹码入股我们天香阁？我不仅能给香老板供货，还能帮香老板把货给卖出去。王娘子这么有自信，只要香老板按照我的话说来吧，明日你们天香阁一定会爆满，并且这以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客人。各位姑娘，今天我们天香阁上新品，唤作沐浴露，不仅能够清洁皮肤，还能滋润玉体，香味久久不散。今天我们回馈老客户，原价10两的沐浴露，现在搭配一罐洗发水，只要12两。活动只有今天有哦。还有这么新奇的东西啊！好香啊，比我用的香膏都香。没错，我们的沐浴露有2种香味，先到先得哦。我也要，给我也来一个，我要这个，来一个，我也要这个，给我来一个，给我来一个，我要这个，来一个，给我也来一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黄姑娘这招果然有用，我行商多年，竟从未见过。哈，那还不是因为我之前直播带货看多了。我也要，我也要这个。大家快来看看，咱们家新出的沐浴香膏，当今太后御用之物，洗一次香飘万里哦！快来看看了，快来看看！太后都用的东西，肯定是好东西。走，瞧瞧去，我们去看看，快去看看！哎，别走呀！真香，那就放心，别差，宫里出来的，绝对好货。给我便宜点。东家，这个怎么办啊？王娘子还有何妙计？若是想不出来，入股天香阁的事，我可就不考虑了。居然拿太后的威名吸引客人，容你想想。大嫂，今日放榜啦！二郎，找到了没？嫂子，我还没看到呢。我帮你找，我帮你找。儿子考上了！考上了！我考上了！我考上了！我考上文法书院了！大嫂，我真的考上了！二郎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的。大嫂，若不是你，我根本没有机会参加考试。傻孩子。不过你明天要进学堂了，我得给你买身体面的衣服才行，让你体体面面的进学堂。青青也有。走走走，回家。回家。青青，我好，我在嫂子的后面。
今日是我记事以来最开心的一天。二哥考上了白马书院，我有了第一件新衣服。菜来了！虽然我们自小吃不饱穿不暖，但是现在我有了一个好大嫂，还有2个疼爱我的哥哥。虽然大哥远在边关，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记挂着我们，想念着这个家。终于好了，等嫂子之后再给你做个祛疤膏，让你这腿啊一点疤痕也看不见了。我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，真希望这种日子能一直过下去。到了学堂，你就得好好听着夫子的话，若是有不懂的，就向夫子和同窗去请教，知道了吗？你瞧瞧你，这衣服都穿不好。二郎，这以后去了学堂，可别想我们，哭鼻子哦。放心吧，大嫂，我又不是孩童，怎么可能会哭鼻子？行了，去吧。要是缺什么，就来信告诉嫂子。雨晴，一定要乖乖听嫂子话。放心吧，二哥。走了。二郎上学的事解决了，接下来该是天香阁的麻烦。对，我也找个活招牌不就行了？青青，你跟嫂子来一下。这不是月华楼的赵花魁吗？怎么也来天香阁了？这可是玉华楼的招牌曲目《玉华行音》呢，没想到在这儿也能听见。多谢天香阁的沐浴露，为我解决了多年的皮肤不适。各位，我之前一直用新鲜花瓣泡澡，此方法虽然可以使身体流畅，但却会让皮肤感到不适、干燥。对，我也这样。自从用了天香阁的沐浴露，我的身体是不干了，也不痒了，皮肤又滑又亮，即使不用香薰，也能散发香味，可谓是一举多得的好物。想问问香老板，这沐浴露还有多少户？我们玉华楼都要了。好，哇，连赵花魁都赞不绝口，我也要买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花魁这个。这沐浴露存货本就不多，先到先得。我也要，拿一个呀！我也要，把这个给我包起来。我要这个，这一套我都要了。我没说错吧？一字不差，不愧是京城第一花魁。走了，多谢。我一猜就是你的主意。这映月轩可以拿太后做招牌，我打听了一下，在这京城，这玉华楼的赵花魁也是个活招牌。但凡他过手的物件，一夜之间便会成为世家小姐的追捧之物。所以你收买了赵花魁？也不算是收买吧，我只是答应了每个月去给他送我亲手做的沐浴露，他便答应了。今日来的可都是大户人家的丫鬟小厮，这都是长久客户。皇娘子果然技高一筹。是，我大嫂可厉害了呢。那香老板，这入股之事……好，我说到做到。从今日起，天香阁一半姓王了。
大嫂，你说最近的月亮为什么这么圆呢？快到中秋了吧？哎，青青，你想不想吃月饼？月饼？等着。可怜青青和二郎这两个孩子，估计都没过过中秋节，更别说吃月饼了。今天让他们两个尝尝鲜。大嫂，你辛苦了。大嫂，我和你一起做吧。好，先把这个面团揉成一个圆的。我若有个女儿，像这个样子就好。月饼来啦！快尝尝看。你这孩子慢点吃，别噎着自己了。太好吃了，我以前都没吃过月饼。那大嫂把这盘月饼一会儿都奖励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大嫂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做呀？因为大嫂是外星人啊。那今天也要做外星人？你个小馋猫，就知道哄大嫂开心。我去给你二哥送一些，你在家里乖乖的，别乱跑啊。知道。真乖。顾冠霖，谎称作弊，你可知道白马书院的规矩？回夫子，我并没有作弊，这张小抄我也不知道谁扔过来的。狡辩！别人都没有，为何独独你有？而且自己与你分毫不差，真是谎话连篇！我一定会禀明院长，将你开除学籍。慢！大嫂，你是何人？敢擅闯白马书院？我是顾冠霖的大嫂。你来的正好，顾冠霖在测试中作弊。依照我们白马书院的规矩，凡是发现作弊，必须开除学籍。大嫂，我没有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们家二郎不是会作弊的人，这其中必有误。哼，老夫在他的卷面下发现一张小抄，何来的误会？在场的学子都可以作证。对，就是顾冠霖作弊。父子，可否将小抄借我看一眼？父子，顾冠霖携带夹私，应当按照书院规矩将他赶出去。我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白马书院，我干嘛要抄小抄？在场的学生都是京城世家子弟，从小就上私塾，只有你是乡下来的，侥幸进入我们白马书院。只有你这种人才会行肮脏小人之举。哼，你若说自己没有作弊，那就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若拿不出，还请夫子秉公处置。笑话！我们家二郎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还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二郎，大嫂相信你，不要因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而感到内疚。你快仔细想想，到底是谁在陷害你？二郎，大胆去做。夫子，请给我半炷香时间，
我定能找到作弊的人。你用的这方砚是灰砚对吧？那又如何？灰砚都自带一种淡淡的香气，写出的字也有一种淡淡的清香。我看你这纸质细腻柔软，像是德化出的宣纸，而德化出的宣纸都在冀州府盛行，我们宜州城用的都是临安出的宣纸。因为我是从冀州府那边过来的，所以用惯了德化那边的宣纸。既然你是冀州府过来的，你用惯了冀州府的东西，干嘛还跑来我们白马书院来上学？不如就滚回你的冀州府！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白马书院，你凭什么让我回去？就凭你既作弊还诬陷他人，你凭什么说那张纸条是我的？我可没说，我只说了你作弊跟诬陷他人，我可没说这纸条是你的。你如此诬陷于我，我不服！我要去找院长理论。嘿，你不服是吧？不服，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虽然你字迹模仿的很像，但是你忘了一点，你忘记换掉笔墨纸砚了。夫子请看。果然，我刚才看了一眼在场所有人用的笔墨纸砚，用灰砚的人不少，用德化宣纸的人也有，但同时用这两种的人只有你一人。恰好这张小抄就是用灰砚写出来的，对此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不是我没有。居然是他作弊就算了，还诬陷他人，真是无耻！徇私舞弊，还敢陷害同窗，我们白马书院容不下你这种学生，你自己走吧。不要赶我走，我好不容易才考上白马书院的。那你为何要陷害我？我考了3年才考上白马书院，不管连你只是在街边叫卖的货郎，这种低贱商贩，凭什么与我们能坐在一起？低贱商贩，当街叫卖就是低贱，靠自己双手挣钱就是无耻了。在我看来，像你这种在背地里诬陷他人才是最为无耻。还不赶紧走！王娘子，你为何如此笃定作弊的另有其人？我也并不是很笃定，只是我相信我们家二郎，他不是那种偷鸡摸狗的人。更何况这么多人诬陷他，我更要站在他的身边。如此才是教子之道。王娘子，请受老夫一拜。大嫂，谢谢你。谢我干什么？是你自己的观察，发现了诬陷你的人，你该谢谢的人应该是你自己。啊，今天多有打扰，我做了香甜可口的月饼，大家都过来尝一尝。来，快来快来！我跟你说，我做的这个月饼老好吃了，什么口味都有。来来来，快尝一尝，谢谢。尝一尝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吧？这里面是什么呀？我竟从未吃过。甜而不腻，比周记的糕点还要好吃。这可是我独家秘方，咸蛋黄馅儿。大嫂，这月饼有卖吗？我要买。我也要买。我也要买。想不到这些学生爱吃这个，看来我可以在学院里卖月饼。顾兄，顾兄，你家嫂嫂做的月饼实在是太美味了，我想买一些带回去，给我祖母吃。我也想买一些回去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。是啊，就跟你嫂嫂说说，让她多做点吧。就这事儿啊？对，只要你能每日给我们带月饼，
我们认你做大哥。对对对，是。好，大嫂啊，你做这么多月饼，卖得出去吗？放心吧，青青，大嫂今天开辟了中小学生消费群体，必须能卖得出去。什么群体？啊，就是我准备去二郎的书院门口卖。那些学子会买吗？那必须的。我回来了。二郎回来了。二哥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嘿嘿，这都是白马书院的同窗给的，他让我们每天都给他们带月饼吃。看到了吧，青青，大嫂的月饼有的是人买。不过这明日就是中秋，我得多做几个口。什么口味呢？二哥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？难不成有好事发生？二郎，你莫不是有心仪的姑娘了吧？没有，这可没有。我只是在书院交到几个朋友。交到朋友，那是好事啊！明儿大嫂多做几个月饼，让你带去给朋友。哎，好，来，大嫂教你一起做。哎，诸位乡亲，诸位父老，您瞧一瞧，走过您可别错过了啊！这里很热闹啊！这不错呀。那咱们去那边买。今日灯谜，乃我家公子所出。看看看看，这谁若是能对得上来，可得我家公子赏赐的宝贝。诸位，您上眼。看看看看，嗟叹嚎啕，哽咽嚎。泪滴湘江流满海。大嫂，你会对啊？二郎，你上。这7个口字该如何对呀？我来。这位小公子可是要试试？泪滴湘江流满海。 7个水对7个口，好对呀！哟，没想到这小公子倒是满腹书华呀！小公子对得妙，这可真是言情有为呀！这不是我对上的，这是我大嫂对上的。是他对上此灯谜的，竟是个妇人。一个乡村野妇也能对诗，哼，真是闻所未闻呐！谁说妇人不能对诗的？我大嫂能经商，能作诗，比你厉害多了。在场的各位都是青年才俊，怎么可能被一个妇人比下来？你若是不服的话，不如来比试比试。比就比，光比试没意思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。赌什么？若是我赢了，你就大声说：“哎呀，我不如女人。”啊，若是你赢了，我就给你5两银子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大伙儿都听好了。好戏看了。大伙儿给你作证。好，跟他对，就看他对得上对不上。放马过来吧。好，在座的诸位皆可作答。张长弓，骑骑马，琴瑟琵琶，8大天王，王王在上，单歌独战。韦为人，骑龙衣，魑魅魍魉，似小鬼，鬼鬼犯边，合手即拿。对，真是好对呀！好，好啊！大业这夜来谁把明珠牵？怎么样？大嫂真厉害。各位，
这一个灯谜是我家公子刚刚所出，谁能对上就能领取宝贝。宝贝，诸位且听好：白夜如昼，夜来谁把明珠欠？赵公子亲自传，想必是大有深意啊。清光40子，天上自悬宝镜圆。真的对手，的真好啊！对啊！好厉害啊！我大可赢了，该履行赌约了。该履行赌约了。行，输了，我不如女人。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不如女人。没想到这一个女子竟能对出这千古绝对，真是让人出乎意料啊！这位娘子想必不是普通的妇人，应该是博学多识的世家小姐，要不然怎会做出如此妙的诗句？就是，竟是李家的千金。这位姑娘，我们几个冲撞的姑娘，敢问你是哪家小姐？这些人怎么越说越离谱？我不是哪家的千金，也不是哪家的世家小姐，我只是个村妇，平日走街卖巷，做点小买卖罢了。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可以尝一尝我亲手做的月饼。姑娘别谦虚，一个村妇怎可能有如此学问？敢问姑娘师承何人？村妇怎么了？村妇就不能读书做事了？你们这些人呢，目光短浅。告诉你们，我们女子做起事来不比你们男子差，以后少戴有色眼镜看人。二郎青青，我们走。王娘子请留步。哎，你不是那日买路的公子吗？你就是这诗会的主人赵公子。能够在这儿碰到王娘子，你我二人当真是有缘。这是诗会的奖品，王娘子，请收好。啊，这是千年龙涎香。啊！哦，对的，我见过这个，听说它1两值千金呢。这么贵重，这每次遇见赵公子都能得到一些好东西。王娘子才是让人眼前一亮，令人佩服。过奖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王娘子，改日在下请你喝茶品茗。哎，好说，走吧。来，大家快来尝一尝，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月饼，香甜醇好，各种口味都有，欢迎大家。能打猎，会作诗，还会行商，世上竟会有如此奇女子，尝尝，妙哉！来，夫人就是这个妇人，给天香阁出主意，抢走了咱们映月轩的生意。哼，一个市井妇人，也妄想跟我你拿好啊！等等，他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好像是龙涎香，价值千金的龙涎香，怎么会在他的手里？来人，给我跟着他！是。要蛋黄酥吗？现做的，10文钱一个。啊，我要2个，我要3个，我要3个。好，别急，都有啊。大嫂，还是你厉害，竟然把月饼没做完的面饼做成蛋黄酥，大家都抢着买呢。这个啊，就叫做废物利用。快来，这里有蛋黄酥。要几个？2个。啊，给你的。你呢？2个。好，来哥。哪来的商贩，敢在这里贩卖点心？夫子，谁允许你在这贩卖东西的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嗨，裴夫子，我这不也是怕学生们饿吗？您放心啊，我这做的点心都是现做的，香甜可口。来，夫子，要不你也尝一个？还挺香。拿开，
我才不要吃你的东西！你再不走，老夫可派人赶你了。别呀，夫子。我大嫂在这里卖点心，又没有妨碍你们教学，凭什么赶她走？就是啊，王家大嫂做的点心多好吃啊！书院有规定，不许任何商贩在此地进行售卖，若发现，一律押送衙门。我念你们是初犯，赶你们走已经很仁慈了，再不走，别怪老夫不客气。那这书院的规定也该改改。赵公子，民以食为天，若学子们连饭都吃不饱，还哪有力气读圣贤书？王娘子在这里卖点心，我准了。赵公子既然都那么说了，那老夫无话可说。这赵公子和白马书院也有关系？赵公子乃是老太师嫡孙，书香世家，自然能做得了白马书院的主。原来是大腿呀！裴夫子，带学子们都进去吧。是，走吧。是，走啊！赵公子，今日多谢赵公子解围，这点心是我自己做的，您尝尝。早就听闻坊间有一位女子是经商奇才，连天香阁的合作都能拿下，在下佩服。嗨，过奖过奖，不如赵公子您才是大人物呢。说来，我与王娘子也算是有缘。不知王娘子可否赏脸与在下一同品茗？我今日这点心都还没卖完呢。阿卓，哎，王娘子，您今儿的糕点我们公子都报圆了。这赵公子到底想干啥呀？要不咱改日吧？改日我请赵公子吃饭。那好，在下便等着王娘子。好，这个拿着。哎。二哥，青青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嫂呢？大嫂在外面收拾东西呢。二哥，你还记得那天灯会上的赵公子吗？记得呀。刚才我和大嫂在学堂门口遇见他了，他说他要花钱包下大嫂所有的点心，还要邀请大嫂去品茗。什么？赵公子真是好人，不仅长得英俊帅气，还出手阔绰。咱们家多亏了大嫂才有今天，要是不行，我必须要给大哥写封信。青青，你在这里等我。哎，二哥，你怎么啦？1两2两，大嫂，有一封你的信。谁送来的？说不定是大哥。真的是大哥吗？我大哥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不是你大哥，是我娘家大嫂检测出来有孕了。这个太好了，我得派人送些银子回去。啊，你先去玩吧。好。这里是王艺兴家吗？你是？夫人，可否进屋说话？请。这位是我们映月轩的东家，不知道这位夫人和天香阁合作，他们给你多少银子？我们东家愿意出2倍的价钱，只要你跟天香阁断了合作，来给我们映月轩供货。原来是来挖墙脚。这位夫人，这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诚信。我已经和这天香阁签了订单，就不便再违约。夫人请回吧。夫人可是嫌钱少，价钱我们可以商量，只要你能把做法还有龙涎香都卖给我们，价钱随你开。你们还知道龙涎香？龙涎香千金难求，我们东家多年苦学无果，得知娘子手里有一块，特意来买。王娘子可不要不识抬举。我已经说了，
我不会和你们合作。这龙涎香，我也不会卖。哼，夫人可要想清楚了，这天香阁迟早都会关门，到时候可没有这么好拿银子了。夫人这是在威胁我。这大门就在那里，恕不远送。请。好，那我便等着你来求我的那天。哼！看来这龙涎香不能再留在手里。一个村妇，真是目光短浅，不识好歹。那夫人，这下我们怎么办呀？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。等天香阁倒了，他就得跪下来求我。系统，快帮我看看这龙涎香可以兑换什么？好的，宿主，检测到青年龙涎香，可兑换神医技能，请选择。外伤修复术、妇科痊愈术，还有这延年益寿方，这么多好东西，等我留着以后再用。好的，正在为您存储。大嫂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这谁干的？不知道，我一回家就成了如今这样。我们家是不是遭了贼啊？这贼人怎么会来我们家偷东西？分明是有人故意找茬。难道是林夫人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没事儿，这东西坏了，咱们再买就行。只是日后要出去的话，一定要把院子锁好。幸好我把龙涎香存在了系统里，没被他们得逞。公子，您这画的可真是惟妙惟肖啊！这画中之人莫非是王娘子？恕在下多嘴啊。王娘子已经嫁为人妇，您这怕不太合适吧？我知道，我不过是敬佩王娘子的为人罢了。王娘子的为人啊，那确实令人敬佩。那日啊，看见老太师晕倒，正是王娘子搭手相救。果真，她会医术。王娘子真乃奇人也。我记得去年府里收上来好几个上好的东珠啊，对，在库里呢。找出来，送到王娘子家中，答谢王娘子当日搭救之恩。是。二弟，说吧，袁夫人找我有何事？自然是有求于赵公子。近日坊间有一妇人十分可恶，不仅抢走了我映月轩的生意，还羞辱我，还请赵二公子帮忙。怎么帮呀？赵公子，事成之后，赵二公子想入股我们映月轩的事，就算敲定了。青青，快！青青，多吃点，大嫂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。二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今日功课少，我回来看看。二郎，快坐下一起吃饭，大嫂去给你盛饭。哦。来，你瞧瞧你，最近在书院都饿瘦了吧？来，多吃点啊！晚上想吃什么，跟大嫂说。二郎，你今日这是怎么了？
有心事啊？没有没有。那快吃吧，青青，快吃。大嫂，请问这里是王娘子的宅院吗？王娘子，你是赵公子的小厮吧？是我们家公子啊，知道你那里救了老太师，于是让我们献上此礼。这是这么大的珠子，你们赵公子也太客气了。况且那日老太师已经给我们家二郎去白马书院读书的机会，这礼物我可不能收。您收下吧，您要不收，公子该怪我们办事不力了。这……啊，对，还有，这是公子呀托我给您的请柬。万尊楼。万尊楼可是京城最豪华的酒楼了，一顿饭至少要50两银子。50两，这么奢侈？我们家公子啊，包下了明日的万尊楼，专门宴请娘子，以报答娘子的当日之恩，还请娘子赏脸。在下告退。这么多，这赵公子不会是看上我了？大嫂，你明天真的要去吗？大嫂，这赵公子无事献殷勤，必定图谋不轨。我看还是别去了吧。可是请帖都收了，不去不好吧？况且我也没去过这万尊楼，我也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奢华无比。那我陪大嫂一块儿去。若他图谋不轨，我保护大嫂。我也保护大嫂。好，好，好，一起去，顺便去见识见识这京城的纸醉金迷。大人，再喝一杯嘛。喝。哎呀，不多，我还是第一次来万尊楼呢，果然气派啊！王娘子是吧？里边请。快走，走。王娘子，赵公子今日破费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的弟弟顾冠霖，这是我的小妹顾雨清，这个是我大嫂。我大哥去边关了，很快便会回来。好，饭菜已经上桌了，里面请。请。也不知道你们爱吃些什么，便点了几个酒楼的招牌菜。若是不够，你们可以随意加。这不就几个看似精致的小菜吗？我大嫂也会做。没错。那个赵公子客气了，这些够吃，我们吃不完的。那便动筷吧。好。王娘子，这个是万尊楼的招牌琼玉鲤鱼。我大嫂不爱吃鱼，我爱吃。我那个确实不爱吃鱼。那便尝尝这白玉青笋。二郎，不许无礼。赵公子别客气，我们自己加就行。多谢王娘子当日搭救我家祖母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干了，你随意。这来的酒怎么这么烈？王娘子好警惕啊！姐姐，跟我出去一趟。我的香囊丢了，二哥，你陪我去找找。好，那你俩注意安全啊。今天这俩孩子怎么了？王娘子会作诗，会行商，还懂医，还有什么事在下不知道的？嗨，我这也是略懂皮毛而已，没什么重要的。我倒是要感谢那日太师给了我们家二郎去白马书院读书的机会。若是日后我们家二郎学业有成，定当登门拜谢。我再敬你一杯。好，我先干。
这两个孩子怎么还没回来？赵公子，我先出去找他们一下。好。二郎青青，小妹，我看着赵公子就是要抢走嫂嫂，跟大哥挖墙脚呢。什么挖墙脚呀？傻瓜，就是赵公子要跟大哥抢女人，懂吗？那我们的大嫂还能是我们的大嫂吗？你想啊，这赵公子家境这么好，哪是我们这种人家能与之抗衡的？我们必须要断了他的念想，留住大嫂。可是人家赵公子相貌好，家世好，你这为人还好，我觉得跟大嫂挺配的呀。傻瓜，赵公子要是把大嫂抢走了，你还有大嫂吗？原来这俩傻瓜以为我要跟赵公子配，只怪姐太有魅力了。算了，我与赵公子不是一路人，还是与他说清楚。令弟令妹找到了吗？他们两个在外面玩呢，不用理会。赵公子，我今日有话要对你说。王娘子，请讲。赵公子是不是喜欢我？我这里又没有什么外人，你实话说就行。第一次见到王娘子的时候，只觉得王娘子很有趣。后来那日中秋诗会，我见王娘子可以出口成章地对上我的诗迷，便对王娘子十分敬佩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何种情愫，只是想每日都见到王娘子。这不就是喜欢吗？赵公子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，不过我已经嫁给顾冠英了，就算他在边关，我也不可能做对不起他的事。我对赵公子并没有这男女之意，只有感激。娘子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，是在下唐突了。没有，赵公子如此年轻，而且又如此多才，日后定能寻一个心仪的姑娘的，就不必在我身上多浪费时间。但我们日后还是能做朋友的。多谢王娘子点醒我，若是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一定。好啦，不要在外面偷听了，出来吧。快走。大嫂。大嫂。赵公子，今日我们也见识到了这万尊楼的繁华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赵公子不用多送。二郎青青，我们走。大嫂，我觉得呀，这赵公子是个良配，你要是没和我大哥成婚就好了。傻瓜，我要是没和你大哥成婚，现在能抱着你睡觉吗？大嫂，我觉得你值得更好的，像赵公子那样好的人。青青啊，大嫂并不是因为和你大哥成婚了才拒绝赵公子的，而是因为大嫂对赵公子并没有男女之情。我们世间的女子呢，除了这男女的情爱，还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去做的，比如像大嫂一样经商。经商、治病救人、游山玩水，你看有这么多有意义的事情，而且我们还有大山大河都没有去看过呢。我明白了，我以后要做一个自由的人，我要带着大嫂去游山玩水，看遍世间美景。好，大嫂相信你。快睡觉。王娘子，您来了，我们东家正等着您呢。我最近研究出一款新的香薰，想让你们东家试一试。王娘子，里面请。肖老板，我求你给我一条活路，让我留在天象阁，我以后都听您的话，行了吧？你自己手脚不干净，偷了店里的银子，
我们没有报官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现在还敢来求，滚吧你！小老板，这是……原来在后面做香料的丫鬟李阿娇，偷银子被我发现赶了出去，不用理会，你先进去等我。好。皇娘子不好了，怎么了？东家被官差带走了。发生了何事？李阿娇死了，官差非得说是我们东家杀害了她。什么？你谁啊？官差大哥，我是香子嫣的朋友，我想找一下香子嫣。香子嫣是重犯，不得探视。吧。官差大哥，你来这一套，我跟你讲，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赶紧忙着滚！你们有何证据证明是我们东家杀的人？我们在李阿娇的房间里找着了香子嫣随身香囊，而且李阿娇的母亲也指认了香子嫣，这人证物证确凿啊！你们胡说！我们走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连人都见不到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阿娇，别怪娘，娘也是没办法。请问这里是李阿娇家吗？你是谁？啊，我是衙门的人，来检查一下李阿娇的尸体。官府的人啊，请吧。不怕，为了紫嫣拼了！不对，他还有气息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只是气息很脆弱，若是再不救他，他恐怕就没命了。等我一下，我的阿娇。系统，我要兑换技能，快点！是否使用千年龙涎香兑换神医技能？是。系统提醒：此技能只可用一次，今后不得再兑换神医技能。人命要紧，我兑换。好的，正在为您兑换。让开，我能救他。醒了，阿娇，你是谁？我是天香阁的人，李阿娇，你还记不记得是谁给你下的毒？我不记得了。你不是府衙的人，哼！我们阿娇就是被天香阁的香老板给害死的，我亲眼所见。这紫嫣和李阿娇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她？又怎会蠢得将证物落在现场？你们还不肯说实话吗？什么实话？李阿娇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能救他，自然也能把出他的血脉。孩子还能保得住吗？你胎相很弱，胎儿怕是保不住了。保不住了，保不住了。与其保得住，还不如让孩子陪我一起去死。李阿娇，你快告诉我，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？造孽呀！真是造孽呀！你说现在能告诉我，我还能帮你们。你快说呀！
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赵家二公子赵之奇的，他说要娶我过门，还哄骗我去天香阁偷秘方，结果我被香老板发现赶了出来，他骂我无用，还要叫我舍弃。可是偏偏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有了身孕，他便起了杀心，把我和孩子一尸两命。他给你下毒了之后，为何要栽赃给天香阁？他的新欢正是映月轩的袁映月。原来如此，他们二人早已狼狈为奸，还想用你的性命栽赃给天香阁，真是好狠心！怪我当时太傻，看错了人。李阿娇，你愿不愿意出堂为香老板作证？赵家二公子赵之奇诱骗良家妇女，草菅人命，栽赃陷害，求县令大人做主。赵家二公子赵之奇诱骗良家妇女，草菅人命。这妇人竟然敢敲登文鼓，她不要命了！平民百姓敲登文鼓，这可是要受20杖刑的。将这妇人给我拉走！何人在敲登文鼓？大人，我有冤情上报。就算有冤情，这登文鼓也不是你一介草民能敲的。你可知登文鼓一响，需受20杖才能沉冤。我知道，走吧。且看他能不能受这20杖。哼，老乡。是。公子，不好了！王娘子要敲登文鼓，状告二少爷，现在人就在衙门。什么？寻常百姓敲登文鼓，可是要受杖刑的。哎呀！有祥，妈，你可是怕了？我没有后悔，只是这20杖下去之后，还请大人为李阿娇伸冤，将赵之奇正法。你所说的我已明了。来人，将赵之奇请来。何大人，如此子虚乌有的事，何必兴师动众呢？本人就在这里等待何大人的圣裁。行，是。监测到宿主有危险，已启动防御功能。大人，这王娘子莫非有神仙护体，竟然刀枪不入？大概是王娘子的诚心感动了上天，连老天爷都不忍心去责罚。为何还不动手？这木棒进不了他身啊！大人，怎会如此？来打！住手！二郎、青青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许动我大嫂！我大嫂为民请命，为什么要用刑？敲登文鼓，挨受刑是我朝的规矩。来人，将这人拉下去。王娘子为民请命，是大善人，不能打她。对，王娘子是好人，你个狗官！大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罢了，民意啊！看在百姓的面子上，20杖刑算是免去。说吧，你要成何冤？大人，这赵之奇始乱终弃，谋害人命，陷害他人。始乱终弃，正是这堂下的李阿娇。这赵之奇哄骗李阿娇与他欢好，事后之后又将他毒害，陷害给了天香阁的香子烟啊！哼，荒唐至极！我与那李阿娇根本就不认识。你胡说！你屡次3番去找他，将他骗入腹中，还哄骗着要娶她进门。我可怜的阿娇被你混得团团转，竟然连尸体都搭进去了。人有何证据证明是赵之奇杀了李阿娇？大人，这正是赵家的祖传之物。赵之奇的贴身玉佩，李阿娇死的时候一直攥在手心里。怎么可能？赵之奇
这玉佩是不是你的贴身之物？何大人，这的确是我们家家传玉佩。你承认了，这个就是你杀了我的阿娇。不过，我的玉佩在这。原来他早有准备。既然如此，王一心，你还有何证物？大人，我曾听闻啊，这李阿娇与人有染，失了清白，与那天香阁有过节，多么是一时激怒了湘子嫣，才有所大误。大人啊，不必再查了。是李阿娇居然失了清白，平日里看着挺单纯善良的，怎么能做出这么不知检点的事儿啊？王一心，你真以为你一个女子能斗得过？哼！其实你跟李阿娇一样，不过是一条。你以为我今天是来为李阿娇请命的？我是来为这天下女子鸣不平的。凭什么你们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、寻花问柳，事后还能做大丈夫？我们女子却要为失去清白，一辈子遭人唾骂，这什么道理啊？自古以来啊，女人必须遵守三纲五常，相夫教子。像王娘子这样的，整天抛头露面是不会的。坐下。王一心，还有何证物？若没有，本官要以妨碍公务之名将你缉拿。大人且慢。大哥，赵公子，听说你今日敲东温谷状告家地，我知道赵公子帮了我许多，但这件事我必须这么做。大哥，这个妇人诬陷我，你可要帮我。大人，我有重要线索禀报。赵公子，请讲。王娘子提供的玉佩，才是赵之奇的贴身。大哥，你胡说什么呀？这枚玉佩下方刻有他的酒字，大人请看。奇，确实，那二公子手上的玉佩是？那是我的玉佩，上面也有我的名字。原来如此，这赵之奇事发之后发现自己玉佩丢失，所以偷了他大哥的玉佩，想要蒙混过关。不，我没有杀人。好啊，你说你没有杀人，那你敢不敢对着李阿娇的尸首发毒誓？对，你要没做亏心事，你就发毒誓。好。死人有何惧？赵之奇发誓没有杀害李阿娇。不要！诈尸了！诈尸了！有冤情，真的有冤情！赵之奇，是你杀了我，是你杀了我和孩子。我没有杀你，是这个袁映月，是他，我没有杀。是你们二人合谋杀了我，到底为什么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为什么杀你？是你拿你肚子里的孩子逼我娶你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大人听到了，赵之奇自己承认了。赵之奇，没想到吧，我还活着。赵之奇，还不从实招来！我这。王娘子不仅心善，还会断案，果然是菩萨转世。就是啊，那王娘子以后就是我的偶像了。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可就被冤死了。不过你也真是胆大，居然敢敲这登门鼓。要是这20丈针罚下去，你小命可就没了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的。那赵之奇和袁映月已经被关押了起来。这天香阁以后也能少不少麻烦。这袁夫人被抓了，那映月轩呢？关门了呗。那多可惜啊！不如我把她盘下来做点小生意，这倒也是个办法。你要是用钱，尽管告诉我。好。朕为国家之幸，专赖将帅之子，今特进封尔为镇国将军。娘。孩儿终于做到了，将军，有您的家书。对马回京城。是。王一心，
还在那发呆？夫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夫君，这是做什么？听闻娘子要嫁他人为妇，自然是回来兴师问罪。你走之前不是信誓旦旦说要休妻？那梅丽自举，不作数。